船林这凯美风台呢，是互北漳溪布花放弃这大水是直直安尼灌入园仔内。即马这台南后壁区迄带呢，上无还阁有60多公顷的这个农地是无通好种植的。虽然讲这政府是投入真侪钱来整理，也毋过旧年呢，阁落真侪雨，所以可能就要等到今年的3月底才会当清理煞。农粮署是讲会来争取相关的补助，补贴农民这段时间的损失。 眼前的后壁区上家当将近60外家产地，对船林凯美风台北漳溪放化了后，产地就安尼趴荒，农民无奈讲水沟甲排水设施损害甲真正力，因根本无度落去整理。虽然中央拨款1亿由市府来清蓝图，原本去年9月完工，因为去年风台加上落几啊天大雨，工期煞延到今年3月底，田园到达也无度种植，互农民真着急。因为你水沟即马你水沟的宽度要。 空偌悬偌深，咱唔知影。你水沟要先掠起来空起来，咱的田到咧就水沟啊，就水沟咧做到食水地、食水食着啊。啊，你已经3冬啊，3冬拢无法度互因种，也是毋是讲今年度要拜托政府哦，佮甲因补助一下。都像咱放油井啊，哦，个放几斤？都拢无哪补啊，妈咧，啊，就是人拢，人嘛爱补，加减冇赚，无所都唔能讲挣老人要哪生活啦。 针对工期延后影响农民种植的收入，有民代替农民向农粮署争取，要求把原本的休耕补助案佮延长一档，包含今年头1期佮第2期的补助。农粮署讲会向行政院争取来补贴农民这段期间的收入损失。 考量地方近期反映，就是有部分农地还没有复原，再加上说灌溉沟渠也正在整治当中，所以我们近期会再向行政院争取115年可以延续专案休耕的措施，来确保农民收入。 除了争取补贴，恢复灌溉设施才是复建的关键。目前当地的邦鼻支线顶3条重要的水线，早就互土沙台掉咧。农电水利署回应，目前有核定要1000万的专案经费，等市府验收完成，水利署的工程得随进行，相关单位全力赶工。没有这片受灾严重的后壁农地，会当早日恢复原本的模样。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。